今仔日高铁一帮上北的列车有一个旅客参别人冤家，大声花休，甲人摸落尾，搁摕刀啊插伫咧椅仔后壁的刀啊板顶头。尾手伊伫咧台北站落车，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伫咧调监视器找人，讲会以刑法的恐吓公众罪函报台北地检署侦办。 乘客时阵惊吓，杀来杀去，也那高铁列车长接报，赶紧去看。高铁正式16上北114列车伫到台北站进前，发生旅客行为无正常的事件。根据看到旅客讲，当时看到一个男乘客甲一名女性乘客冤家，并且攻击对方，所以要把刀啊摕出来。拿出刀械之后，是先把那个刀械摔在地上给大家看，那之后再把刀械捡起来之后，让刀出鞘，让大家看说他拿的是刀子。 那随后就很快的把那把刀子插在旁边，就是18D座位的那个桌板上。现场就有人很紧急的去按那个对讲机，请求那个站务人员协助。所有人跳起来，然后说一起往那个后面的车厢挤，往11节、12节去挤，蛮多人，然后说就一直在互相的这样推来推去。 铁路警察调看监视器，发现这台列车经过标志站时，这男性乘客当时坐伫车厢出入口的所在，甲一名女性乘客就已经冤家。因列车到邦桥站时，男性乘客入去这车厢坐车的所在，对这女性乘客来化休，并且出手要拍人，边仔民众协助甲双方隔开。结果查甫人落伫地板的包啊，有一支刀落出来，刷来伊顺势举刀，结果就插伫椅仔顶面。列车上很多见义勇为的民众就及时 将双方隔离，所以就让这个整个在车厢的混乱没有扩大。台北分局的南港所派员上去监视，那这个刀我们也查扣，那后续我们会做后续的监视。铁路警察局已经把刀啊扣来修正，并且调看相关的监视器掌握嫌犯的动向。恐吓公众行为已经违反刑法，相关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也那警方也加强列车的巡逻。高铁讲，这事件并无造成任何旅客受伤，也呼吁旅客坐车期间若是拄到无正常行为，请随通报列车长也是车安人员来进行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